我先自我介绍，我毋是叫做长头，我是做查某囝。我先介绍我的角色。你是高府的千金女。阿母，阿母，怎么明仔载都免做困难呢？是啊，明仔载啊，你都自由咯。阿母，你哪会知？你哪唔知？早起等下都请我来，我去叫你陪互伊哦。毋是啦，阿母啊，是另外有一个人客，等伊客1万块，你来跟我小心呢。1万块，迄个就讲会出。阿母，阿母，因过用想讲，我若有1万块，伊就要互我自由。即阵呢？即阵哦，时阵时机无共款，有做葡萄甲遐尔厉害，你甲看吧。你老母脸破有瘦，脚趾搁硬壳壳，皮肤小米白泡泡，迄拢啥？迄拢爱涂壳，你知唔知？即摆医美拢爱1万块，迄个就讲出。啊，你我都小心啊！谢谢三龙哥哥。啊，你讲到倒位啊？一定爱10万块才会。10万块，阿母啊，1万块就倒。我唔知。对啦。什么？什么？阿母什么10万块阿母？我不爱啦，阿母。难无你10万块甲我听，那我你死就免讲。